啥物？我们家遮尔啊大，这公主毋知走去倒位，到即摆阁无看人，实在要互急死。过来咧。伊去买鱼啊。哦，家代我走足紧的。小姐，你看，这尾鱼也死的嘛？这是免钱买的呢。倒是有啥物要紧？即马一世界拢嘛买袂着你鱼。加早是有一位好心的人客送我这碗呢。啊若无哦，今仔日就无鱼仔汤通好啉啊。好啦，要无小翠，下日来啉煮煮的，无定就伫公主念伊倒转来。好，阿姐啦，咱入来煮鱼仔汤。哎呀，我红姑娘啊，你哪会伫遮？这都阮姨母的厝啦。阮大户甲你斗阵了无？有啊。真是打破铁的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阮大户即马人伫倒位哈？啊，伊有代志出去，大概念伊倒转来。搁出去啊？搁出去？啊，我那鱼仔做啊，真棒诶！哎呦，这款，哎，倒你啊！你敢是要来找我的？阿姐啦，恁有熟悉心？啊，就迄迄天伫迄酒店吼，伊就是伫要买鱼啊，我才介熟悉。对，就参想要买这款鲤鱼啦。这是要有阮特公主食的呢。安尼食？哎，公主等。大，你等下，我找你足久啊呢。你哪会知影我伫遮咧？无啦，迄阮是拄啊吼，伫要买鱼吼，雄雄喷回遮来，才去看到红姑娘的你咧。哎，文姑娘你也来哦？大公主啊，咱鱼仔汤伫要顶啊，你紧来啉的。哎呦！哎呦！你是安怎？我巴肚都疼。你是安怎？我头啉一嘴鱼仔汤，即马巴肚都疼。阿姐，我知。
你唔通敢买无你？你还搁讲我咧玩弄你？李公主，我无想要骗你，伊是孙兵部的小妹，伊故意做欺你，就是想要害你。算你，而且伊搁故意诈骗，留你踮咧万花楼，就是想要逼你去还忧。你这个背信的贱人，今仔日我一定要拼一个你死我活！出路，你不要啊！李公主，你讲做你讲去做这样啊？苏龙，不牛，你不要死他！小骨头，阮娘伊也着伤啊。你果然就是我的未婚妻，母娘。母娘，我骗你，母娘，对不起，我开始是甲万花楼沿路我因感动，我一直拢无骗你，你会分我无？你对我太好了。你讲这是因为讲我跟其他人下毒？你袂，你捌救过我，我相信你袂害我。你通相信我，那我死的心愿已尽。算了，小姐，我已经是无望，不过会当死在你的怀中，我死的心愿已尽。小姐。算了，你实在对我太好了，我实在太薄情了。我知影，你爱的人是文玲。不过，我却深深爱你。算了，你对我太好，是我对你太无情。爱情本来就是自私，你爱是文玲，伊就是萧天良的未婚妻。是完整的如意，如今不完人不完。老爷，我是唯一的资格爱你。老爷，我实在不请不白走，请你
你想你。文玲，我无气厌你，我永远都是爱你。文玲，我死后讲。文玲。